英國有研究發現，部分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之後，只有出疹一個病徵，而唔會有發燒等其他症狀。呼籲大眾提高警覺，並且要求英國當局將皮疹正式列為新冠病毒主要病徵。陳柏希報導。新型冠狀病毒唔單止攻擊呼吸系統，唔少患者出現唔同嘅皮疹。最新研究發現，有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之後，可能只有出疹一個病徵。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利用手機程式收集英國336000個用戶嘅新冠病徵資料，其中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嘅人有8.8%出現皮疹，病毒檢測為陰性嘅人有5.4%有出疹。冇接受病毒檢測但係有發燒、咳嗽或者係失去味覺三大典型新冠病徵嘅人當中，有8.2%都有出疹。研究人員另外喺網上進行調查，揾嚟12000個懷疑或者係確診新冠病毒嘅患者，佢哋都有出現皮疹，當中17%確診者話皮疹係第一個出現嘅病徵，21%嘅確診者更加表示皮疹係佢哋唯一出現嘅病徵。由新冠病毒引起嘅皮疹主要係分3類，包括係俗稱風爛嘅蕁麻疹、類似熱痱或者係水痘嘅皮疹，同埋喺手指腳趾出現嘅斑疹。有關嘅研究有待同行評審。負責嘅醫生話，病毒感染引致出疹幾常見，但係值得留意嘅係，部分新冠病毒個案皮疹係最先出現或者係唯一嘅病徵，而且冇發燒咁常見同持續時間更加長。呼籲突然間出疹嘅人自我隔離同埋盡快進行檢測。研究報告有建議，英國國民保健署將皮疹列為新冠病毒嘅主要病徵，增加大眾同醫護人員嘅警覺。Now TV 記者陳柏希報導。